不是要领受恩典，而是要活出使命。接下来我们有一位社青，他要来见证他职场上面他经历到的见证。他叫泽棒，他是东海大学化学博士，现在在药厂做研发的主管。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平安。我是彰化囡仔，细汉时也会晓讲台语，但是愈大汉愈讲了愈袂认真。所以较等呢，我的台语甲国语难咧讲，希望大家莫气嫌。我是2006年伫东海硕士，13年食头路。即摆已经有10年伫药厂做研究的经验。即张图呢是我请电脑甲斗相共画，即摆电脑毋但会经偷刀，嘛要画图。有2个重点一个是左边是西方的油画，右边是东方的水墨画。就是可以看到东方的水墨画里面虽然有很多空白的地方，跟西方的油画那种把所有的颜色都涂满不太一样，可是你可以看见，就是那些空白的地方其实有它的价值以及它的美感。那故事的内容呢，2幅画都在讲同一件事情。我们都那2幅画都在讲以利亚在罗藤树下休息，然后呢他眼前看的山呢是河烈山。那正常来讲是看不到，因为他走40天才看得到河烈山这样。对。那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只记得几个步骤就好。他前面有一个成功，然后后来跌倒，然后接着呢，上帝给他一棵罗藤树，让他可以在下面休息，然后接着最后他走向上帝让他走去的河烈山。好，就是这个步骤。这个是见证地图。对今年开工以后，我就足侪机会讲见证想讲规期图画要讲倒位，较简单甲伊介绍。这内底有20-30个见证，但是今日袂安尼讲啦吼，讲袂了。好，今日要讲的是2018年到2022年这个时间发生的代志，嘛是我伫食头路的时阵的过程。过来用国语吼。在2014年的时候，我进到宜兰的药厂，那个时候有很深的祷告，然后所以当进到宜兰的药厂的时候，其实就是下一堂要分享的内容，对。然后呢，好像自己来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那可是之后呢，因为自己开发的理念可能跟公司有点出入。所以就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跌倒，这样。所以就在2017年的时候离开宜兰，然后住到教会，然后在那一年也开始报名华神的课程，然后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一个很大的挫折，所以一开始修的课就是约伯记，想说上帝到底对我所经历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样，然后在那个失败里面，在这个失败里面呢，我有2个很大的挫折点。第一个是自己的开发理念到底对不对，开发药物的理念到底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自己开发药物的技术到底有没有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上帝借着一对新婚的夫妻，给我一个鼓励跟安慰，让他们告诉我说，我开发的药物对他们有极大的帮助。一般来讲，作为药物的开发者，他其实没有机会跟使用药物的人接触，因为中间开发的人、药厂、医院、医师，然后才是患者，所以中间距离其实很远。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他先鼓励我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开发药物的理念是好的，然后再来是开发的价值到底有没有意义。那个时候呢，我收到了一个邀请，一个来自香港的工作的邀请，然后对方开出一个
很好的条件，但是中间我其实有不少的犹豫，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到华神，我从下班然后要到华神的上课的途中，对方又跟我联络，就是对方真的很有心，就是包含我在怀疑我到了香港能不能继续我的信仰生活等等的问题，他还找公司里面的基督徒来跟我谈，就说我们在香港我们去聚会什么都没有问题，那香港没有在打压那个基督徒这样之类的东西。然后那一天我记得在路上的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然后对方跟我讲说，我们这边真的很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合作，然后呢，我们开出来薪水是1年180万，最终拍板，对，就是你一来就是1年180万，然后你不用附任何资料，你只要把基本资料给我们，马上帮你办签证，你就很快就可以过来这边了，这样对。就是对方也真的很有诚意，然后这个价位我也真的很心动。那作为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就是要祷告，所以我就跟对方回说，那你让我这个周末好好的祷告，我下个礼拜一回复你说我要不要跟你们合作这样。在周末的时候，我跟上帝有一个小小的对话，就是我真的很心动，然后我就问上帝说，我可不可以去啊？我说那个180万不容易赚，这样对。然后上帝只回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哪边我可以最大的使用你？在这个过程，我深深的觉得好像是在台湾，对。那我就跟上帝讲说，我觉得我在台湾你会最大的使用我，这样。然后上帝没有回答，但是我知道，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安，没有惋惜，然后那份焦虑也消失，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对的决定。虽然就是那时候上帝之后给我的经文是这样虽然前面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知道你不管怎么走，就是上帝会带领你这样。就是故事到这边，那较早人的放假吼，那搬到家，因为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恩典进来，好像你会赚很多钱。其实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对。之后我过了大概3年的时间，这3年没有加薪，没有年终，我就是靠每个月的月薪过生活这样，对。然后但是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真正药物开发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所以那时候看起来好像这3年，包含前面离开宜兰的那一段时间，是一件很挫折的事情。可是，在经历了这段时间的时候，忽然发觉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空白，有着上帝很独特的恩典。我学到了很多，就是除了研究之外的东西。那些东西呢，很好玩，然后我不敢说会变成我的兴趣，但是的确让我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也让我的经历变得更丰富。就是虽然很多东西好像停着的，可是其实上帝给你添加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就是刚刚我讲了嘛，就是那个故事，就是你有一个属灵上面的胜利，然后你跌倒挫折，然后上帝让你休息。所以对我来讲，那份香港的工作邀请，就是上帝给我的罗藤树，那只是一个让你短暂休息、安慰、鼓励的地方。那我的河烈山在哪里？我要去找我的河烈山。那个时候正好，如果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的话，那时候正好台湾或者说全球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肺炎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台湾因为疫苗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纷争。然后作为一个药物的开发者，对于台湾的疫苗被骂成那样子，其实是一件很心痛的事情。对，就是因为你真的很真实的知道，药物开发的过程中，其实比很多事情都要艰辛而且严谨。所以那时候你跟上帝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跟上帝这么说：主啊，如果蛋白质的技术是你要祝福台湾的，那我愿意在当中有份。当我讲完这一段话之后，大概2个月吧，我就到了我现在的公司。
就是在那个求问的过程中，我常常跟上帝这样子说话。然后这段经文其实不只在生命很挫折的时候会出现，我觉得它好像在我的生命各个阶段都会出现。当我软弱的时候，我求问他帮助我，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神就有一个新的认识。原来约瑟的神也是我的神。然后当在现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原来摩西的神也会是我的神。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以利亚的神是我的神。虽然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给出来的薪水还不如当初香港公司的，应该是说比香港那时候开给我薪水一半多一些些，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当我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它的价值远远高于我在评估我工作上面价格上面的重点。而我深知到就是这个技术确实是上帝用来祝福台湾的，而我在当中也与上帝一起同工。俗语来讲，旱钱唔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传。就是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只是我们自己的信仰而已。当我经历过摩西的神也是我的神，以利亚的神也是我的神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期盼，就是尤其是在座有很多长辈，就是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后代跟我们说，阿公阿嬷的行嘛是我的行，还是爸爸妈妈的行嘛是我的行。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因为时间不太够，最后结语大家就稍微自己看一下。我们把时间交给永春哥。